主受洗節呢個節日係天主教會用嚟慶祝耶穌喺約旦河道由洗者若翰為佢施洗嘅日子。唔單止咁，仲標誌住耶穌正式開始佢公開傳道嘅使命。而呢個節日會喺主顯節之後嘅主日慶祝，同時都代表住聖誕期正式完咗，轉入常年期。對基督徒嚟講，呢個節日好有意義，係一個好好反省自己點解受洗同天主聖三建立關係嘅時刻。呢個節日亦都提醒我哋，天主透過聖神同火嘅洗禮，邀請我哋離開罪惡，重新開始活出一個全新嘅生命。耶穌當時受洗，唔單止係履行儀式，更加係天主聖父同聖神親自顯現嘅一刻。聖神就好似鴿子咁從天上降落嚟，而天父亦出聲話：呢個係我鍾意嘅兒子，好震撼。唔知你又有冇嚟個感覺呢？最令我感動嘅係耶穌明明冇罪，但佢都謙卑咁同罪人一齊受洗。佢唔係為咗洗罪，反而係為咗祝聖。水預先表明我哋日後受洗嘅意義。透過洗禮，我哋同基督連成一體，罪得赦免，重獲新生，成為天父嘅仔女。另外，經文提到耶穌受洗之後就祈禱，天就打開。呢個細節好重要，提醒我哋祈禱唔係形式，而係同天主真真正正相遇，汲取力量嘅途徑。祈禱先至可以支撐我哋活出基督徒嘅使命。每次睇完聖經，我總會有少少感觸，相信你哋都會有啲領悟。咁你哋會唔會將呢啲聖經內容攞出嚟反思自己嘅生活呢？好似今日講到耶穌受洗，我哋不妨問下自己，我有冇真正珍惜過自己受洗呢個恩典？平日有冇活出基督徒應有嘅身份同使命？我嘅祈禱係真心同天主溝通，定係當做例行公事？當面對困難低落嘅時候，我哋係咪會好似耶穌咁，第一時間轉向天父，求佢嘅幫忙同埋賜予力量？真係建議大家不妨停一停，靜一靜，花少少時間諗一諗，做下反省，唔好浪費咗我哋作為基督徒呢個寶貴嘅身份，同埋天主賜俾我哋具有意義嘅人生。好啦，今次分享就到呢度，下次再見，拜拜。那時，耶穌從加里肋亞來到約旦河若翰那裡，要受他的洗。但是若翰想勸阻耶穌，說：是我應該受你的洗，你怎麼反而來到我這裡？耶穌卻回答他：現在這樣做吧，我們應當履行全部正義的要求。於是若翰就照着做了。耶穌受了洗，立刻從水中出來，忽然天開了，他看見天主聖神好像一隻鴿子降下，停在他身上。同時，從天上傳來聲音說：這是我所愛的兒子，我所喜悅的。